1903年，紐約太陽報刊登了一篇有關 Tesla 研究室嘅報道，內容講及某個原本平靜嘅夜晚，Tesla 那實驗室的高塔與雲層間反覆不斷，發出了強大的電流擴散至空中。那人造閃電的效果令到距離實驗室非常遠的居民都對這異象感到不安。這年 Tesla 獲得 System of Signaling Method of Signaling 兩項專利，那是組成收音機的信號傳輸系統及方法的專利。同年 Tesla 參與設計的那個尼加拉瓜大瀑布的亞當斯2號發電站亦正式運行，功率已達到55000匹。這時 Tesla 的專利發明項目擁有很多，其發展商機涉及非常多層面。但這年華爾街爆發股市恐慌，投資者的資金已經被金融海嘯所吞噬了。這環境下 Tesla 要獲得新的投資真的難上加難。1904年 Tesla 位於 Colorado Springs 嘅實驗室被停資金及不再有免除電費支援後一年，沒能再為這實驗室找到資金來繼續營運下，電力公司隨即控告 Tesla 未能如期支付電費，要求對其清盤。在法院的判決下，實驗室的所有木材需要變賣來償還這180元的電費欠款，而其他機械器材等則被封存。而當年注資及邀請他入住 Alta Vista Hotel 的 John Jacob Astor 其後亦將 Wardenclyffe Tower 部分地產用來抵押他的食宿費用。隔年 Tesla 喺資金斷裂後決定暫時擱置這項計劃，開發即時回報更高的商業性器械，其中包括無葉片渦輪機，希望能藉此翻身，但始終未能如願。